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下晡去花莲勘灾，伫花莲消防救分队听地种搜救队来报告救灾的进度。前总统赖清德今仔公布未来行政院长是前民进党主席邓英泰，副院长是前文化部长陈丽君，强调未来会是 AI 内阁。农业部要推动宠物身份证，甲宠物的年纪、住过疫苗、敢有绑起还是买卖记录，拢电子化。新闻头起先，咱来看花莲大地震起甲真严重的天王车大楼，早起是继续在跳，嘛已经跳到第6层楼，刷来清出一条路，搁互一台怪手入来斗相共跳，按说2礼拜内会完成。这几天嘛，搁救出2只猫仔。另外，伫中和街有一栋大楼，嘛防大红单，今仔早起就有民众入去处理来款物件。天龙城大楼进入第6天，怪手车闸继续向下凹，已经到第6层，毋过烦恼建物后边重量加重，目前要清出一条路，互另外一台机具进驻，并分2路赶工，维持原定目标，2礼拜完成拆除。待会在拆除的时候，后方跟前面的部分会配合来施工。拆卸的过程就碰到一些种种因素那像昨天这个救援这个猫的部分也是。预计我们还是希望厂商能够在2周之内拆完。菲律宾办事处人员早起也到现场指示关心听情形。另外，听过程中，目前顺利救2只猫仔，主人也公布猫仔看医生恢复正常食物件。动物团体也无放弃，伫1楼、7楼放10个诱捕人啊，望个救出更较侪猫仔。另外，大楼顶也有5只鸡仔，挂手拆除作业也尽量避开，也有一些民众叫外送买青菜，希望用空头来饲鸡仔。他烧给鸡就对。对，转交给鸡啊。我说整个砖掉出来。大楼住户坚决出来，一片路苍苍。这几天来回搬物件，伫花莲中和街这大楼挑啊登去，边也比较真厉害，赶紧流出来。感失去记录地震的时阵，规栋大楼又个真厉害。住户向公道省差点互石头攻着，社区被打红单几楼，住户全部撤离。已经也贴红单了，是完全没有办法住在里面。他这几天就陆陆续续回来拿东西。对啊，把重要的东西能变卖现金的都先变卖现金，因为现在是真的是很急需要的就是现金。先鉴定，看到底是要拆还是重建还是补强。是不是应继续大爱等管府苹果大楼补强的可能？北平街一栋红大几楼面体车到动工拆掉，不过不到1天就暂停，烦恼肢体力无够，望纳管府决定先强化安全措施，再个复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重型的机械嘛进入沙卡党步道0.5公里的所在准备要将2个罹难者刷出来。这个地动当地代理者业者损失嘛是真严重，按算应该超过10亿另外，伫木瓜溪边仔的文兰川附近有大面积的崩山，有部分的徛街地基嘛拢空去。镂空的哈，就大概1公里1公里长度嘛哈。厝的基座拢空去，底部记载未调，向悬的所在向下卡看大面积的崩塌。我木瓜溪的文兰川厝起伫边坎顶悬。7点2地动了后，10外户的徛街是真无安全。先问一下，然后顺一下那个录音机给你们。强烈地动震毁家园，也带走真一条性命，家属悲痛办丧事。死者是这一摆地动伫苏花罹难的姓吴连接车的司机，作为全家的经济支柱，被连累石头，公司一家伙生活出现困难。我们觉得应该不可能，不是他听到消息、看到照片就。
有人甲至亲分离，有人生活受冲击。花莲三大石材加工区，包含珍贵的大理石这石材，挡袂牢地动害甲真厉害，规排拢倒去脆糊糊，不知延迟出货时间，也无可能修好，还阁用2个月来清理，规个损失超过超过10亿，互业者是叫苦连天。我们主要都是进口的食材，有巴西、土耳其、意大利，总共有600多吊的石头损伤。我们非常迅速的找出一个大概约2公顷的一个土地，这个部分初估是可以来解决这个我们的这个破碎大理石材的一个现在一个堆置的一个问题。地动重创花莲地区受出居住甲经济上面这问题，目前也有6人失去联络，搜救人员继续重点搜查沙卡档中基区车站，各进入0.5公里来开火，有希望搬出疑似渗油的妇女的遗体。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规模7.2的大地动发生了后，国土测绘中心比较地动前23点钟，甲地动后22点钟，发现中央附近伫花莲站土地是太悬45.1公分嘛稍微超过8公分，包括南澳、丰滨、高雄甲埔里4个地区，嘛拢有真严重的影响。太恐怖了！车山花莲地动了后，就一直有地动尾。台湾东部山区的土石不时会放落来，好住伫个山区的民众也是感觉心惊惊。不过国土测绘中心伫个地动了后，用画测测量，分析地动前后的45点钟，发现台湾有刷位的现象，北部刷1公分至4公分，西部刷1公分至6公分，那南部是1公分至2公分。这次来讲没有重叠这种现象所以基本上来讲影响不大。但是真正的最大的变动，我们认为是在海底，所以我们其实看不到。国土测绘中心表示，抓位刷上济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差22.2公分；关渡野关35.6公分；我近地动中心附近的花莲新城站大刷8.6公分；关渡野关26公分；花莲丰滨站3.4公分；野关2.2公分；花莲站大刷超过8公分；关渡野关45.1公分。这个刷位较明显的所在，包括南澳、丰滨、高雄、甲埔里4个所在，不过地表刷位，敢会引起其他地动或者是地动尾。像这样的地震的发生，它对在东部就是花莲地区，它可能是会有一些地区，它可能会有应力的稍微增加，或者是就会用余震的方式来做调整。土木技术甲建筑专家指出，这个地表刷位袂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敢若影响土木方面，亲像方位、寸桥等等，数据走起大一定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总统赖清德今仔公布头一波的内阁，行政院院长是前民进党的主席卓荣泰，前文化部长郑丽君正做是副院长。赖清德是表示讲，未来新的团队会是一个 AI 行动内阁，会先来解决条也有共识的议题卓荣泰嘛表示，新的团队未来会以诚意来沟通，人民优先。我力抗新内阁，前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由前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担任新任的行政院长，并听取民意，回应民众的期待。秉持行动和创新的精神，能够形成行动创新 AI 内阁，听取民意，解决民梦，回应人民的期待。卓荣泰伊的副院长资料真丰富，在大选期间担任赖团队的总督导，也捌伫咧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时阵做秘书长，正得到伊的信任。因那副行政院长是郑丽君，伊捌做过文化部长，大选期间是各政各部团的召集人，对政治环境正熟。秘书长受财经专业国发会主委方明兴接任，前台中市议员陈世凯将会担任发言人。我们会坚持继续的打击黑金枪赌诈这5项，诚意沟通，人民优先，这个理念跟做法，就是未来新团队最中心的思想。卓院长说你参与政策的规划，如果能够一起来落实我想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他也打动我爱好自由的这个个性我还有3个孩子在台中，当然这是我比较辛苦的部分，所以有跟太太讨论了一下。那卓院长也非常的体谅了哈。
伫国部会首长也传出，国防部长将会由国安会国立乡接，内政部长是前立委刘世芳出任，交通部长由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转任，海委会主委管碧玲留任。但是相关人士是也未公布。杜英台表示，已经启动定顺作业。因为维护部长加社会部长是不是留任，也引起大家注意。我不知道我现在一无所知。我的去留，那之前已经讲过了，是由长官决定。那目前还没有收到长官的决定哦。赖清德也期盼所有新的内阁要优先解决对国家有好处，而且调野有共识的议题。若是无好处又有意见分歧的议题，应该先放下。对也未得到共识的重大议题，应该建立平台，听顺民众的意见，追求社会上大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军七月开始哦，伫屏东进行操演，嘛声未少的军事迷到现场。早起成功操演，嘛发射几啊粒的车真防空飞弹，展现国军的实力。飞弹向天顶射去，现场翕相的声音不断，记录精彩的画面。国军七月开始连续几天，伫屏东东南区分别进行神经、雷霆等操演，吸引真侪军事迷到现场。即摆操演会验证各式弹药射击的效果。车集神经操演伫透早8点45分左右，成功射击刺针防空飞弹，场面震撼。虽然现场的天气无介好，国军也是伫山坡集合继续操演。国军表示，车集射的拢是刺针防空飞弹。军事专家就表示，刺针防空飞弹对陆军基站、野战防空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陆军这个战斗区呢，他们可能是用复仇者飞弹发射车。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复仇者飞弹提供野战防空能力的话呢，就必须由单兵携带式的这种所谓刺针防空飞弹去做一个掩护。因为新政府后个月就要就任，部分的人士烦恼，国军这个时阵做例行的操演，恐惊会牵动两岸紧张的关系。对此，军事专家无认同，因为刺针防空飞弹是防御性、属自我防卫的武器，而且射程单有5里，认为无需要过度的烦恼。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即届华人大地震有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哦，数位部提供3套的低轨道卫星的设备来协助救灾，这嘛是头一届哦，有这款卫星使用伫救灾。数位部长唐凤是强调讲，实际7次发现讲，这个由咱国家己研究制造的卫星提供的信号表现哦，是比预期更好。4月6号的时候，刚好低轨卫星进驻，然后我们才能把那个讯息传下去。投入华人地震救灾的技术人员讲，数位部透过行动车载去灾区的低轨道卫星设备，会当甲天上灾区的相片透过卫星传出去，对救灾进度是真有帮助。因为地震造成华人部分地区的通讯断去，数位部伫接到消防署的请求了后，提供低轨道卫星设备投入救灾。数位部在中午12点52分呢，我们接到消防署的署长的电话那署长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数套低轨卫星的设备投入救灾那所以呢，我们大概在20分钟之内呢，就确认完成准备因为这个是国内头一届伫灾难的任务内底启用低轨道卫星通讯救灾。数位部车站头一届召开例行的记者会，由部长唐凤亲身说明，强调这届低轨道卫星提供的信号是比原底按算的要更加好。这是第一次低轨卫星用于这个用途，而且低轨卫星我们本来在测试的时候，OneWeb 那边告诉我们的覆盖范围其实并没有完全涵盖这个灾区，所以可以说是优于预期的。唐凤强调讲，除了低轨道卫星，中轨道卫星嘛当咧装，亲像太平岛的中轨道卫星 SES 信号当咧测试开通，希望会当赶紧完成。记者综合报道。迄安徽针对4月初3华人大地震的报告是指出讲，迄一厂的燃料池有一寡废水浮出来，虽然迄安徽强调讲已经处理好势，也毋过反核团体是真袂放心，早起嘛去立法院门口抗议哦。因批评讲，台湾的地震遮尔济，各有立委要修法，帮你喊高楼的核电厂来开后门，实在是真无应该。伊嘛表示讲，4月27日因会搁去立法院进行抗议。勿忘核灾教训，反对核电延役，反对核电延役。
伫立法院门口花口河反对核能发电，咱政府提出2025年进入废核加园，但是车则有发核团体表示，新上任的部分立委要提案修改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想要替着要独役的核电厂开后门，继续演绎。发核团体提起联署表达反对。目前呢，我们这些联署已经有96个团体、民间团体一起参与。那我们也在昨日用公文送进了立法院。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政党的立委都能够签署表态哦。发核团体表示，根据核安会的资料，最近4月初3，花莲大地震有地区核一厂1号机、2号机用过燃料池内的水扑出来。分别有1300公升甲2200公升，这显示伫接地震的台湾用核电厂也是有风险。讲它有3500公升的核辐射废水，就是说从那个用过燃料池中溢出来。那这个当然虽然说没有影响到外面，后来也是有经历，可是我觉得表示它并不是真的那么安全。发生地震的时候，它的水是有可能会溢出来的。那核二厂它的一个马达一个泵浦，它也是临时发生跳脱的一个状况。发核团体表示，已经进入独役的核一厂、核二厂，也是会受地震影响，显示核能发电无安全，应该废除。伊也会伫4月27下晡3点，伫立法院举办静坐，表达阻挡核电厂延役修法的决心。记者郭文丽、玉凯台北报道。最近咱国内的食安事件是真多哦，对宝林地势开始是一件又搁一件，大部分拢发生伫台北市。有台北市议员就质疑讲，即马台北市规定讲，食安通报至少要有6个人出问题，才会当要求停业。这根本是摕人命在滚生笑哦。伊嘛讲，这个规定应该爱检讨。王品集团旗下伫西门町的粗瓦甲香辣，疑似是发生食物中毒的风波。目前累计82个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台北市卫生局初六虽勒令2家餐厅停业，食药署初步检验结果是鹿螺病毒。有医师质疑员工可能破病搁去上班，才会致使即个事件。对此，食药署回应，若是真的，唔拿爱罚，搁爱移送检调办理。调查关联性属实，那依照食安法就可以移送，不是光行政罚款而已，可以依食安法49条规定，会有涉及刑事，要移送检调来办理。宝林地震事件，致使2个人死亡，已经停业，粗瓦甲香辣也拢暂时停业。不过食安风波直逼，即马烧到北方分集、北投、公馆店，4个人无爽快送病院，甲未确认关联性，目前照常营业。根据台北市规定，食安通报爱达到6个人才会当勒令停业。有议员质疑讲，这是替人民的健康讲算笑。若食药署启动调查的条件，爱符合的其中一项是中毒的人数爱到50个人，或者是50人以上。就是他确实有吃了这个食品，然后发生了这个病，2个要有关联性，而且因要在果之前，然后另外有几个人有没有群聚的情形？哦，所以你刚刚50个人就是会定义是群聚事件。宝林地烧致使食物中毒的芳克烈酸是无色水、无气味、耐热性真好的特性，敢若需要微量1到1.5毫克就会死人。也若粗瓦甲香辣可能的病因鹿螺病毒，熬发生的季节伫入秋到春天尾这段期间，宿主就是人甲病毒传到即时的料理当中。食药署提醒讲，伫厨房的卫生管控，就需要更较严格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前一站宝林地震重大食安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更有人伫家护病房。这款毋捌伫咱台湾出现的细菌哦，是互民众真惊吓。伊原本叫米甲菌酸哦的毒素，为了避免民众误解甲米制品有可能，卫生福利部嘛，甲伊改名做邦克烈酸哦。咱今仔就请雅纯来为咱解剖这款细菌的危害，甲安怎来预防。是主播，咱今仔日的解剖新闻要来讲前一阵啊引起大家关注的邦克烈酸，也就是3月下旬伫咧台北万百姓义的宝林地震爆发的食物中毒案件，这也是咱台湾头一摆去验到这款毒素。所以即阵啊，伫咧网络都有真侪风声咧传讲，这凉皮河粉发酵会产生邦克烈酸，甚至讲木耳、椰子、番麦也是真够会产生毒素，讲甲大家是拢啥物拢唔敢食。
毋过实在是讲，咱毋免遮尔啊惊吓。咱先来讲即个棒曲栗酸原底叫做米甲菌酸，其实含米是无啥牵连的，为着要避免污名化，卫福部才会甲改名叫做棒曲栗酸。佮来讲到这款棒曲栗酸是真罕见的毒素，是一款叫做长枪部必克细菌亚毒亚型的歹菌所引起的。目前咱国内并无农作物受到危害记录。而且专家也表示，产生棒曲栗酸的条件是有限的，对爱这个食品的环境，就爱是中性的，袂使伤济盐，抑阁爱有油，温度爱伫咧20度至30度中间，种种的因素加起来，才有可能会去产生棒曲栗酸。因若是讲想要避免食到棒曲栗酸，咱的食食要保存要浸水，就拢爱放伫咧冰箱内底，互食材会当保持伫咧低温，而且像鸡仔即类。大部分咱拢会惊黏伫咧底仔内底的物件，咱着尽量唔通甲伊抹油，甲会产生棒曲栗酸的这条件拢总破坏掉。甚至讲伫咧在咱料理的制作过程当中，会当掺一寡柠檬、醋等等酸的物件，减少中毒的风险。总是啊，咱台湾的天气遮尔啊湿热，物件放久也是保存了无好，嘛是真够会食歹腹肚。这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出伫咧咱物件拢无好好啊保存伫咧冰箱内底，也是讲煮伤济食袂了，烫几啊顿个唔甘单调。也句话，咱这食材和环境无清气，受到污染，食个青食的物件甲用具拢无分开等等的问题。提醒大家，若是想要食了的健康，咱这食材买来就要下个这漂日期，趁钱赶紧食。唔通放甲上久，也是讲要煮的时阵，咱这包含食材、用具、环境，也有咱的双手，拢总爱洗好清气，而且爱彻底加啲杀菌、煮好食。过来买会记得放踮咧冰箱内底保存，凉早食好了。唔通讲这天气凉凉，就要摕去冰，变质啦有歹味，一个扣湿摕起来食，安尼是有影会拍歹身体哦。咱今仔日的解判新闻就讲到这，稍后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咱个继续来关心哦，高雄有一间国中，一个查某的体育组长，互指控讲最近4档哦，定定拢会念体育班查甫学生的胸坎。有家长反映，学校嘛依照性平法来去进行调查，落尾的结果哦，性骚扰无成立，家长是提出搁再申诉，拖到申诉第3届哦，才搁重启调查。人本基金会嘛质疑讲学校是包庇这个老师，也毋过学校强调讲，因绝对拢是依法来办理。当互囡仔欢喜拍球是真侪家长的心愿，毋过高雄某一间国中，所以10几名体育班的男学生，和女性的体育组长念胸坎，家长通报了后，发现2届调查报告拢认定性骚无成立。如果捏乳头跟随意的触碰学生这个不舒服的动作都不算构成这样子的话，那什么叫构成？如果老师都不能以身作则，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随意对待其他同学？家长无法度接受，认为这个结果可能互青春期的囡仔误会讲会当乌白来卡其他人私密的所在，嘛质疑甲学校2届申复了后，搁再启动调查，却一直无后续。在捏体育班男孩子的乳头，好，然后那么多的孩子受害，学校竟然还可以认定这不是性骚扰，不用惩处。我觉得真的是荒谬到极点。我们必须所有的完备之后，那指导单位、我们的上级监督单位督导发现都没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给双方看看他们有没有不服意见之后，再要不要再申诉。学校强调，家长通报了后，就无互这名组长搁再管教着体育班的学生，嘛同步启动调查。因为学校就要中立，无法度来左右前2届调查的结果，最终还是要由专家来认定。上新的调查结果已经互市府，等人审核通过了后，就会来处罚。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再来看海巡署的中华查缉队哦，采白伫南投的埔里一间果子园哦，查到一间做薰的工厂，现场大约有7吨的原料，会当生产358000外包的薰，嘛有掠到一个嫌犯。专案小组是表示讲，这个薰敢有未到市面，爱个调查。专案嘛依照违反薰酒管理法，交予南投县政府处理。查缉人员入去到这家铁厝所涉，查到一台光薰机，4个有未少白色的布袋，内底拢是嫌犯偷偷进口的歹的薰药师。这项薰师，这有你拢加香精，这是纯的。
人工试验。查一零元现场盘点，超出大约7栋的分试原料，按算会当做35万8千外包的粉，价值大约3580万，全拢当场扣起来。海巡署彰化查一队接到线报，南投埔里有人利用果子行的铁厝做掩护，实际上是咧偷做私粉。4月初8，会同专案小组去搜查，专案小组表示讲，嫌犯线索的查甫人用肥料做名，甲国外合法进口这批原料，不过实际上却是用来偷做私粉。试验业者以肥料名义进口来台，再以机具加工切碎后，添加香精混杂烟丝卷成纸烟出售。彰化查一队信后，甲嫌犯依照违反分酒管理法，函送南投县府处分。专案小组表示讲，即马私粉流出去的数量还阁爱追查，不过嫌犯的通路是以夜市啊、柑仔店还阁有越南店为主，提醒民众唔通食来路不明的粉。记者南投报道。来看台南市伫顶个月有建商在挖地下室，造成附近的路边放弃。检讨发现讲，台南针对挖地下室无定出巡检的制度。市政府最近就定出规范，未来挖地下室深5公尺以上，拢爱全面申报勘验。会阁来邀请土木技术工会等团体来讨论。顶个月，台南市中西区五惠街西门路口的新建大楼，因为工地开挖地下室，造成路面放弃，影响附近的住户以及公共安全。为此，台南市府嘛拟定巡检的制度，未来开挖5公尺以上，就需要申报。那现行的虽然有地质的专勘跟这个邻坊的鉴定报告，但是我们认为施工中的大楼是否也应该定期的去检验跟抽查。为避免新建筑工程因开挖地下室发生公共安全、稽查工地挡土措施、安全观测系统等施工项目是否符合图说及规范。因为台南市过去并无针对开挖地下室定出全面巡检的制度，各项的建案或者是工程施工，拢是伫咧开挖的过程当中无定时的抽验，这处面定拢需要全面申报检验。台南市无动产商业同会工会表示，政府的政策一定会配合，但是实施的细节搁要讨论。原则上是政府要办这个巡检制度，我们当然会配合施工的进度，因为是不是？我讲的讲，阮是你这个一个阶段，爱搁停落来互因检查。如果若是爱停落来，当然，这个时间上就是爱大家双方瞧个好势啊，莫讲阮挂入去啊，唔知要等到定时，等要出来看。目前台南市拟定开挖5公尺以上，就需要申报。后小将会要求土木技术工会等团体来研商，紧速公告实施。另外，台南市新建建筑物工程有牵涉到地下室开挖，目前总共有81件。干务局嘛按照建筑法第56条的规定，对3月20日开始启动工地巡检，将要持续到4月19号，全面展开工地巡查。一旦发现无按照规定来施工，依法将会严格来开罚。记者吴俊宏台报道。教育部对112学年度开始一档来调整幼儿园的师生比，目前是规定讲一个老师顾12个囡仔。教育部早起伫立法院是指出讲，即马公共化幼儿园有7成，拢已经有做到了。也毋过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准公幼的师生比达成的时间无应该放零，标准应该甲公共化幼儿园同款才对。为着要提供大家拢立会起就近的教保服务，教育部自106年开始扩大公共化幼保，除了新设公立非营利幼儿园，继当年佮继续推动准公共幼儿园，嘛已经设真侪间啊。公幼和私幼的比例对3:7变到7:3，不过囝生少的问题也未解决。国民党立委郭志温就质问教育部，到底敢有需要佮继续设落去？云林目前为止就有4间的非营利幼儿园，你要招生289个人，目前缺生率达19%。我们用每个乡镇地区的人口数，然后呢？是，然后再看它园所的招生入学率。避免资源浪费、教育品质变歹，郭志温认为教育部应该总量管制。也若讲到教育品质，根据教育部报告，112学年度开始，要当年调降幼儿园师生比例到1:12。公共化幼儿园已经有7成达到标准。国民党立委洪明凯就质疑讲，为怎样准公幼第3期的规划，就要去延后师生比例降低所达成的时间。没有想到现在准公幼可以再从114年再开始调降，115年逐步完成。那也没有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完成啊。
所以会不会变成是2套标准？有办法说115是全面都完成吗？在合约内会规范完成。教育部处长林明如是强调，动车政策就是先公有才准公有，而且准公有上万115项年度嘛要达到标准，若无就算是无照合约行。另外，针对先达到标准的准公有，嘛照大细经来罚10万至25万的奖励金，连续罚3年。不过，洪明凯是指出，若比较准公有经营的成本，奖励金实在受过少，颠倒是提早配合的业者会较吃亏。教育部应该考虑佮增加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关系到病人权益再生医疗法草案，伫顶一届立法院的会期无通过哦，这会期会搁再审。今仔早起，卫生福利部嘛伫立法院报告，也毋过有在野党的立委是指出讲，原本的版本哦问题是真侪，亲像会当毋免做3期临床试验，这毋若甲病人当作是白鸟鼠，嘛违反医学伦理。也毋过，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是强调讲，新的版本已经有修正，嘛伫顶个月20搁送行政院审查咯。关系病人重大权益的再生医疗法草案加再生医疗制条例草案，俗称再生医疗商法，伫立法院顶一个会期冲关失败，这会期搁要重来。啊，毋过有立委质疑，卫福部顶一摆版本，互真侪专家学者批评，卡不到上百万的自费细胞治疗，竟然因无经过3期人体临床试验，恐惊互病人真做白鸟鼠，要求新版本应搁修正。你缺乏2期、3期哦，这搞不好连第1期都不是哈。请问这个做法最后谁来负责医疗品质跟这个法律责任呢？这个完全是违背医学伦理，罔顾病人权益啊！这一次我们这现在正在行政审议的版本，我们把这一个已经修正了。另外，由立委烦恼再生医疗市场上机无限，已经部分医美诊所刊登细胞治疗回春者违规的广告，要求卫福部应该赶紧立法，才能阻止再生医疗广告的乱象。未来会不会因为这个法广告乱象丛生、过度膨胀，误导了这个病人？这在我们的草案里面有。卫福部长施瑞元强调，新生生医科技发展正紧，加速推动再生医疗商法有伊的必要性。为医疗执行这一边，这这一边，细胞设备这一边全面乐观。啊，不过因为立法院顶一个会期无通过，这个会期无个促审，新版草案已经伫3月20报请行政院来审查，佮依照行政院审查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动两性平权，早起3党的立委开记者会表示讲，目前已经有共识，会分别来提案，要求在进步修法咯，互女性的生理用品会当免纳营业税。也毋过，在进步是认为讲，若使用其他补贴的方式来减轻女性的负担，效果应该会比免税更较好。女性因为先天生理构造无同，每个月拢会有生理期，对造成身体无舒适，也爱比男性加支出一笔生理用品的钱。这期跨党派立委甲民间团体共同开记者会，继续推动月经平权的运动。被经痛的问题引起身体不适的问题，影响到工作，被老板嫌弃，被工作同伴嫌弃，你为什么工作效率变差，或者是你必须请假？一位女性啊，那个平均1年就要花费这3000多块钱用于这整个生理用品上，你把它算到终其一生啊，算起来不小的花费啊。我们看到印度在2018，它就已经取消了这个12%的生理用品税哦。澳洲当然是在2019年呢，它就已经取消了卫生棉跟护垫10%的这个税率哦。英国更是在2021年呢，它这个脱欧之后呢，它就已经全面的来取消了生理税哦。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女性一世人平均爱开新台票10万来买生理用品，其实对真侪人来讲是袂少的负担。黄珊珊认为，台湾女性薪水只是男性的84%，每个月也有生理用品的财务负担。即马全世界拢袂少国家针对生理用品免税减税。第3党拢有共识之下，已经订定女性生理用品免扣营业税，希望台湾爱赶紧对着国际脚步。它不是女性可以选择，而是它是先天被迫，而她必须承受的这项的东西。我们的营业税是属于内含在售价里面，如果我们免征了这个营业税，那它没有是不是能够如实反映在这个用品的一个售价上？如果没有实质反映的话，那实质上是等于政府的税收去补贴厂商。
曾翠云表示，减轻女性朋友伫这方面的负担，其实有真侪方式，比如讲用对外关或者是免费提供这其他的一寡补贴方式，可能更较有效。会进一步探讨研究，提出一套较好的可行性的方式，互各界应接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去年新登记的动物盘的数量已经超过23万只。为着要加强管理，保障动物的福利，农业部是推动宠物身份证，要把所有的内容电子化，亲像是宠物敢有绑起来、年纪偌大、做过什么款的疫苗，还是讲买卖记录，拢一查就有。囡仔愈生愈少，但民众饲宠物的数量逐年在增加。目前国内宠物登记数量达到279万只，狗仔比猫仔多有148万只。为着要加强管理，农业部推动宠物身份证，互原本宠物纸本登记证电子化。有主人认为，将来带狗出门会更加方便。森林游乐区，它会查它的晶片，会查它的狂犬病登记。那这些资料在线上系统上全部都可以查到。拿那个线上系统出来改，看它就很快，而且我不用再多带那一张纸，我也不用怕说我忘记带。过去宠物晶片的号码有15支，真歹记，纸本嘛较会歹记。电子化了后，主人会当伫线上查年岁、做疫苗记录、敢有绑起来，甚至买卖过程等资讯。动保团体嘛肯定新的制度，自己能够上去更改资料、登记资料等等，那大幅减少过去政府在管理的成本。那因为成本降低，所以管理就会变得更容易。农业部表示，身份证内底嘛建置晶片历程、宠物狗猫的资讯，检视宠物是不是为合法的店头来的监督来源。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些最上游的宠物的繁殖场能够列入我们的管理当中，透过这样的一个身份证，从源头开始去追溯。不过，目前国内应该办理登记的宠物，只有狗仔、猫仔还未列入养制。农业部表示，咧规划纳去管理。另外，农业部嘛承认一寡私底下贩售佮买卖宠物免纳入有难度，但会加强稽查。记者林俊平要做台北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瑞士有一个环保团体引起各瑞士政府对抗气候变迁无啥作为。欧洲人权法院伫昨宣判，裁定瑞士政府违反欧洲人权公约。这嘛是全球气候相关的诉讼头一件司法界的判例哦。未来应该嘛影响到欧洲46个国家。2500个平均年岁73岁瑞士妇女。挡袂牢每年一直称冠的冠军，历冬来甘能立伫厝内，也来设置各种可能的健康危险。9年进行以年长妇女气候保护协会名义，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瑞士政府对抗气候变迁作为不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切到16票赞成，1票反对，宣判瑞士政府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有重大缺陷，为实现减碳目标所做的努力也拢无够。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就是个人甲家庭生活得到尊重的权利，而且裁定瑞士当局3个月内爱护关顾8万欧元。Donc nous pouvons être très fiers, nous, les aînés et eux, pour le climat, d'avoir amen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à la Cour le climat et les droits fondamentaux. Et la Cour nous a reconnu nos droits fondamentaux à un climat sain et à ce que notre pays fasse ce qu'il n'a pas fait jusque-là, c'est-à-dire prenne des mesures ambitieuses pour protéger notre santé et protéger évidemment l'avenir de tous et de toutes. 因为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有约束性，这项历史性的判决对欧洲46个甚至其他地区引起连锁效应。And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climate litig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taking their government to court, holding them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不过，另外2件分别由6个葡萄牙12到14岁的少年人，甲一个法国市长提出的气候变迁诉讼案件，是遭到驳回。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美国的密西根州一个少年囡仔医生3天前摕伊爸母的钱去学校乌白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伊的爸母昨嘛互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分别判10天、15天的有期徒。这嘛是美国司法史上家长头一届互判讲爱为囡仔杀人的行为负连带的责任。密西根州少年克鲁布里的爸母互法院判10到15年的徒刑，这是美国第一对因为囡仔犯校园枪击案
被判定过失杀人同罪成立的爸母。Parents are not expected to be psychic, but these convictions are not about poor parenting. These convictions confirm repeated acts or lack of acts that could have halted an oncoming runaway train. Opportunity knocked over and over again, louder and louder, and was ignored. 克鲁布里2021年，也爸母买予伊的枪去校园开枪，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伊的爸母被指控无处理囡仔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警告。案发迄天，学校就发现布鲁克利医院肚内边有枪支，抑个人流血。随即伊的爸母来学校，要求48点钟过来接受咨询，因拢无处理也无讲清的代志。I understand my words are not going to bring any comfort. Your Honor, I ask you to take consideration that I have been locked in a cell 23 hours a day. You show no remorse, no respect or compassion for our family. 检察官读一段通话记录，内面拢是派定话。克鲁布里的老爸詹姆斯对熟悉的检察官发出死亡的威胁。詹姆斯的律师反驳这款言论，只是一个小偷的证词。检察官讲，这对爸母对迄当阵15岁后生的精神状况有明显恶化的情形，拢无处理。本来让通报学校要求协助，也让学校知影讲因有买枪给囡仔，但过因拢无做。这位受害者老母讲，就因为因这对爸母无甲囡仔教好好，互伊失去伊的查某囝。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甲哈萨克当局伫昨下令撤离超过10万的人，这两个国家最近这几天拄到78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哦，官人的疾病嘛拢涌起，主要河川水拢涨出爆花，情况是真危险。路拢变做溪，大水台救援船一直来回接人，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奥伦堡州有7000栋厝户水淹，紧急撤离的居民暂时安置，但过因对政府的应变做法真不满。乌拉沙贝、西伯利亚、加哈萨克、或乌拉尔河、加托波尔河的流域，几60个社区因为大量的冰洋溪水漫出来做大水。当地官员讲，这2条主要河流的水位，伫几点钟过内就涨几多公尺悬，到有记录以来的上悬水位。下流的奥伦堡市水位也强要到临界水位9.3公尺。克里姆林宫讲，西伯利亚的丘门加库尔干灾情也会恶化，是西伯利亚是世界上上大的油气盆地，因那丘门也已经进入紧急状态。Постоянно занимается этими вопросами. Значит, пока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乌拉尔河是欧洲第3长的河流，经过俄罗斯加哈萨克流入去俄国南部的里海，因为顶流的水涨真紧。顶礼拜乌拉尔河的爆发邦乌拉尔山北以南的奥尔斯克区做大水，哈萨克的阿克莫拉地区将是水灾的重灾区。俄罗斯总统普廷已经甲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通电话，目前哈萨克已经撤离超过86000人。托卡耶夫讲，这边大水恐惊是80年来上严重的疾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总统蔡英文下晡去花莲勘灾，即马人是伫花莲消防局的新秀分队，在听消防署特警搜救队的队长报告救灾进度。那么连续互人伫现场的台记者尚如甲郑优来为咱说明现场上新的状况。是主播。伫咧花莲大地震了后，今仔日已经是第8天了。即马镜头带大家来到花莲消防局的新秀分队，这嘛是三卡东步道搜救的前进指挥站。下晡伫蔡英文总统也亲身来到现场听救灾上新的进度，另外也阁有灾后的重建和灾民安置的措施，咱来看拄则的情形。才发现沿线受救的状况呢，我想这个。目前的状况就是在矿区的部分，台九线矿区的部分呢，还有一个民众还可能失联，可能怀疑在埋在土石堆当中。那另外在沙卡当的部分呢，还有失联5个人。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搜救人员为花莲县在地的搜救人员，现在也很努力的在进行搜救。那么目前呢，卫福部花莲赈灾募款专案的金额已经超过4亿9千万元。这些善款将会用来协助我们灾区进行援救、紧急医疗、收容、安置以及复原重建等工作。那我也要请我们中央和地方
团队齐心合作，针对灾民的需求，包括安置、生活扶助、灾损鉴定、修缮补强、拆除重建等，务必要以同理心全力来协助。现场除了搜救队的报告，也阁有国土卫测中心、内政部长、行政院长等等小连续的报告了后，总统嘛颁慰问金，感谢搜救队这无眠无日的救灾。另外嘛指示各部会一定爱予灾民上好的支持，希望予灾民伫咧中间过程中间会当减少负担。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曾俊佑伫咧华联消防局的连续报道，所大家镜头交互主播。感谢上如甲俊佑哦，咱个继续来关心伫新北市有一个姓吴的警察，撞伫邦桥的车头哦，去查到一个社区的通缉犯，也毋过哦，伊煞雄雄提出刀啊，去上到警察的刑坎，拄好有2个警察经过，嘛斗3工，甲这个嫌犯抓起来。那你对严警社有什么不满吗？那你为什么要攻击他？市区的通缉犯头戴安全帽啊，被押入去警局。伊讲伊对警方并无不满。吹到晚7点半，新北市邦桥所谓警察吴明铁，伫咧经过邦桥火车头北里门的时阵，看到一个查甫人鬼鬼祟祟行掠真可疑，甲伊走来问。上次我已经原谅你很多了。身份证字号多少？你不要为难我啦！四区的通缉犯情绪真激动，趁机会对外推落地内面提出一支美工刀攻击，造成警察的正面刑坎甲砖头啊被抬着伤。警察虽然受伤，也是反击。有2位拄好经过警察也来斗3工，甲伊的美工刀抢来，甲支援警力合作控制四区的嫌犯。我们是刚好趁他掉头准备要离开的时候，趁他不注意，然后把他压制在地上，然后在压制到地上的时候，他还一直喊叫。警察吴明摕伫咧抢伊的美工刀时阵，砖头啊被小可划着伤，正面刑坎的空隙虽然不遮大空，好佳在即间伤着皮甲脂肪层，无去伤着鸡巴。送医了已经无代志。经代盘所查证身份为桥头地检署发布之伤害通缉，讯后依杀人未遂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邦桥分局讲，四区的嫌犯是桥头地检署发布的伤害通缉犯，伫审后依照杀人未遂，也有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姻馆轮陪本社燕麦场，伫3月底哦，小连续发生2起的火烧，加早是拢真紧就拍花，无人着伤。婚姻馆的环保局是表示讲哦，已经加强防火，嘛加设消防水池、水线，加一寡往外线的设备。消防人员无因地本所燕麦场拍火，婚姻轮陪本所燕麦场3月底连续2起发生火警，虽然无造成人员受伤和财损。但消防人员开几个点钟的时间才将会拍花。3月底发生了2起火警，那初步研判应该是垃圾分类不完善所导致的。垃圾内如果夹杂了易燃物品及沼气蓄积，皆有可能引发火警。本局亦将持续的协助垃圾的去化。环保局表示，轮陪本所的卖场目前堆伫8900栋本所，如果本所分类无落实，尤其有伤济经过日拍发架，就容易产生沼气，发生火灾。目前对馆内的卖场更换设备来防范。陆续的强化了监视系统，还有消防设施，例如增设了消防栓或者是消防水桶，还有插设沼气管等等。本局也持续协助巨大废弃物，如废家具、废弃床垫等等去化处理。环保局就讲，卖场的管理单位是各乡镇公所。目前嘛协助县内20乡镇公所本所场设有红外线的热显像仪，如果发现温度异常，就会当提早应用。嘛希望强化清洁队人员，和各本所场的消防应变能力，避免本所场的火警一再发生。记者为你报道。水利署第1号传混署按什么去苏澳溪分洪道，要来解决宜兰苏澳市区洪台大雨淹水的问题。也毋过，着爱征收土地哦。早起伫地方开说明会，有部分的地主是表示讲，征收了后，因原本的农地佮温仔地会互分割，不过种植养殖拢有困难哦。因是讲，政府要征收，就应该爱全部拢征收。对所溪顶楼看去，会当看到北美桥顶连线4座桥。过去这条溪若风台来做大水，桥拢有安全的问题，有改建的需求，而且市区常常淹水。风化道的工程是希望民众能够摆脱
那每一次因为下了这个极端的大雨，造成我们苏澳这个白米溪这个整个可能带来的这样的危害全西地区苏澳港，这座有军事、渔业加商业功能的重要港口，也因为苏澳区这么有墩山，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要开54亿做苏澳区分洪道解决问题。像上次做苏澳改的时候我们的土地也是这样就被他一分为二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耕作这种地。还有，因为我本来是养殖用地我现在的店都，如果你这样给我切割我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不过这项工程要征收12笔私人土地，有地主伫初十宜兰县政府办的第一遍公听会讲，因的土地被部分征收了，会变作有地南山地，希望会让规地土地拢征收。我们征收后的1年内，你可以以书面向我们申请一并征收。县政府讲，有一寡地主的土地若被分割，无法度正常使用，会当伫征收了1年内提出一并征收，会继续收集民众的意见，找出一个地方的共识，好工程会当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树的玉荷包奶籽产量是全国第一。今年虽然有6-7成拢有开花，也毋过对3月底开始一时寒一时热，奶籽拢落了，只剩2-3成尔，损失是真大。早起农粮署佮农业局嘛去现场会勘看敢会当来提供补助。来到大树奶籽园，规片树丛拢无结果子，农民是哪讲哪心酸。原底今年奶籽丛开花够6成，想袂到为3月底开始，气候无稳定，透早下暗的温度争差超过10度，佮加上透南风，奶籽条果率剩2-3成。农民怨叹，今年奶籽的产量是上歹一年，心血拢乌有去啊。今年的气温特别高，落差温差落差也很大所以个幼果期就没有办法承受。以前是补助1万啦，上个我偌济上个是会当去提高啦，若要算阮的成本是爱投2万啦。高雄大树区种的玉荷包产量甲种植面积是全国第一。农会总干事表示讲，今年中南部奶籽拢落了剩大树区阁有条果。初10透早，农业局邀集农粮署等相关单位到农地会勘。农民表示，伫奶籽生长的过程阁有闭气的状况，产量会阁减少。5万1分地上无爱补助2万，才有够成本。如果若确实真正有达到迄个栽损的这个标准当然。咱经过专家即讨论了后阵，那么会当来甲农民做一个栽损的这补助。今年奶籽条果率较歹，产期嘛延后1礼拜。按算今年奶籽价少会起到1斤可能要80-90块。初10的会勘状况，农业局会甲结果交予农业部，由中央来公告，看敢有符合天然灾害补助的标准，核定补助的金额是偌济。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东县的培乌虎以早产量真济，佮外销到美洲地区，也毋过这几冬毋那量减少真济。今年渔业署佮公告讲，限制渔民袂当掠无到50公分的培乌虎，违法上济是罚15万，所以渔民是真怨叹。这嘛是龟头岛会游东部海域的季节，台东县不是龟头岛外销美洲地区的产地。不过，这几年渔民掠到的量愈来愈少。初10福冈渔港泡卖市场泡卖的量就真少，1公斤计销60块，比过去1公斤要到200块减真多。今年渔业署又搁公告龟头岛渔业管制措施，50公分以下不准掠，若无会罚3万到15万。渔民讲，龟头岛是用盐素啊钓法钓的，会钓到偌大只无法度控制，而且这种限制措施也会造成渔民的收入减少。我问啦，我钓开啦，钓已经死去啊啦，你可要安怎单钓吗？你单钓嘛是死去。阮就甲放好落位，若已经死去啊，阮是掠转来家己只卖卖啊，安总是会使嘛。渔业署讲，公告这项措施是经过科学的评估，希望渔民卖掠正伫咧大的龟头岛，而且最近5年国内掠到的量平均大约有4000吨左右，也算稳定。不过已经有减少的趋势，为了渔业的永续，希望渔民配合。科学评估的学者专家有提供一个数据啊，就是鬼头刀的最小性成熟体长
大概介于46到47公分。好，那我们为了资源保育的需要，那我们希望我们渔民不要采捕过小的鬼头刀啦，因为过小鬼头刀渔价也不好哈。渔业署讲，这项管制措施怎么还阁伫咧公告的阶段，按算今年9月才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拉板了，可以拉了。你现在曾经消费车赶快足处理足刺激，顶种过半百的人，迄个是真正袂歹。根据国内市场调查，总世代伫休闲娱乐的开销已经提升到36%。